们在11点聚会开始之前，我们大家先静下来，然后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静下来，来到准备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如此欢喜、感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辛勤工作之后，主啊，我们现在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真的是好开心。主耶稣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坐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圣灵啊，求你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悔罪的心，主啊，让我们在这以下的时间里面反省我们有什么样的罪。主啊，我们向你陈明，你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唯一爱慕追求的就是你与我们同在。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圣灵满满的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愿你赐福今天苏牧师的口。主啊，求你使用你的仆人，主，将你的话语，将你的恩典，将你的智慧，将你的怜悯传达给我们。在这中间，今天的聚会从头到结束，你都与我们同在，而且你喜悦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先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好，大家请那个 slide 请下一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下一页。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门。我们现在来到教会，愿真的是诸天都要宣扬我们神的荣耀，诸天宣扬。有唱过这首歌的，请举手。如果没有的话，师父不用举手，没关系。我先唱，因为今天那个牧师的耳麦没有在这边，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一面伴奏一面唱。我先带大家唱哈。它的 key 有一点点高。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向你虚心敬拜。好，第二次哦，慢慢的跟上来哦。好，诸天宣扬，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
来敬拜。我会为大家提词，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如果忘记。诸天宣扬，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永远到永远。羔羊已掌权，羔羊已掌权。今我欢喜前来，今我欢喜前来，向你虚心敬拜，向你虚心敬拜。我们加上那个吉他哦。大家一起来哈。诸天宣扬，复活之主的荣耀，谁能相比？我主圣洁美丽，永远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我爱你。谢谢造我们的主，我爱你。谢谢你造生命气息，让我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不明白的事情，我觉得不美好的事情，但是主，我知道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愿我们怀着一个谦卑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真的是与你同行。求主也悦纳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求主悦纳我们的渴望，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今天呢，我们很欢喜能够请到苏崇仁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今天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亮光，还有喜乐。我们有请苏牧师。各位大家平安。平安是最快乐的事情，对不对？是你我生命当中不可缺的啊。在我们还没有讲到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啊。主，我们再次将说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用你的灵浇灌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真理。虽然我们透过语言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但是你的灵却叫我们从内心里面知道你对我们说话，不论是说的、听的，你都每一位对他诉说你要告诉他们的。愿神自己掌管这一段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是要分享的就是亮光跟喜乐了哈。亮光跟喜乐，有一段经文，我先来把它念一下啊。这段经文法语这么说：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城邑，原文是说犹大的女子啊。现在大概只有我们有2个男的，却全部都是女的，对不对哈？犹大的女子也都快乐啊。然后第9节，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超乎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爬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都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其实这段经文就是，当这个大卫王遇到艰难的时候，他所述说的一段经文。他要我们去认识神。那认识神大概有2方面，一方面就是认识他自己本身的性格，他的属性。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认识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他从创造亚当夏娃开始，到后来一直延伸到整个世界上。那么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当中去找到诗人就是大卫。他虽然受苦，但是他仍然能够想到说，上帝就是他的力量，他的保护。那今天我跟各位大家分享有2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欢喜的部分，喜悦的部分。我想没有人不喜欢喜悦刚才在唱歌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唱歌都流泪了？有没有？他也是喜悦啊。有人因为诗歌他被感动知道说这个上帝透过诗歌来对我说话我们不要忽略诗歌。那么
诗歌让人能够得到喜乐，是因为他正直。正直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可以遮盖的地方，啊，他是善良如鸽子，但是灵巧如什么？如蛇啊！为什么他用蛇呢？你们大概还记得亚当夏娃被引诱的时候是蛇，对不对？啊，蛇又叫什么名字？撒旦、魔鬼，对，撒旦、魔鬼。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撒旦、魔鬼是因为做天使长，他因为想要跟神一样的伟大，可以命令很多人，所以他就违背上帝，就让他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他就变成为，在世界上的恶魔鬼了啊，恶天使。所以天使有帮助我们的天使，有恶的天使。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欧洲这个非洲了，非洲一个宣教师，他本来是一个可以看到这个阴暗世界的人。他说他在非洲就看到每一个人走过来，他就晓得说这个是不是基督徒。人家问他说怎么晓得？他说要是来的人，他的左边右边都有两位天使，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他看到善的一直运作，他就晓得这个是基督徒，好的基督徒；恶的一直运作，他晓得这个是坏的基督徒，是用基督徒的名字来包覆他，来保护他，来作为他的挡箭牌了啊。但是他却常常被撒旦利用。那么撒旦讲的话有时候很对了啊。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旧约，撒旦怎么跟亚当夏娃讲呢？他说：“你是不是可以？上帝好像说吃了这个果子，是不是可以多吃呢？”他说：“不是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只有一颗不可以吃。”他说：“吃了会死掉嘞。”撒旦就讲什么？说你不一定死的，对不对啊？而且再接下来就是什么？你会像神一样分辨善恶。人是不是需要分辨善恶呢？你我都需要。孩子一直从小一直学习说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对不对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对不对啊？连最近我看到这个有影片上，人狗都晓得红绿灯要停下来，所以你就晓得说，善恶之间是可以分辨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亚当夏娃，当他吃了这个果之后，真的果然清楚了，看他没有穿衣服。这一点让我们知道说，他好像本来是可以很喜乐的，但是因为得到知识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没有想到说，一个人当他得到知识之后，要是像亚当一样的话，是要看到自己的过错。但是我们的世界不是这样，我学习越多，是越看别人的过错，让自己膨胀起来，跟亚当夏娃不一样。所以一个越亲近神的人，他会看到自己的问题，自己问题可以改善啊，自己的问题不必要像一般人所认为的说，我就要随着他这样做。这个是分别是非常要有智慧的。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看现在只有我跟那个帮助我们的电脑的同工是男的，你们4位都是女的啊。那我曾经在长隆大学，就用这个例子来跟同学们分享。我说，有一个话语这么说说女人非人也。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听到这个会感觉到怎么样？男同学，你就现在当女同学用了你们想法是怎么样？
现在要是请问各位的话，你会怎么想？好，不好意思讲啊，对不对哈？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牧师问，大概人家都不会说哈，恐怕说错。在学校也是这样，恐怕说错。但是，结果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啊，有一班了哈，就这样回答，他就很大声哦，你能分人，男女也不是人，就很大声啊。其实他可以很温柔的讲，你能分人，男女也不是人，对不对？这样讲可以啊，哦。但是你就晓得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要欢喜的人，他的讲话就不一样啊。中间我就不要说，最后有一个女同学啊，她就站起来说：“牧师，我告诉你，人不是人，你人不是人啊。”但是他一讲的时候，他自己很善良温顺，啊，其他人就在听，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你是女孩子，怎么这样讲？但是他接下去说什么呢？说你人是天使，你看多棒啊，多棒！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逻辑有没有对？这个他是运用逻辑的哦，讲的人是用逻辑，逻辑是什么？白马非马，你们有没有听过？白马非马，白马是马，黑马也是马，马是马，那白马是马吗？不黑马吗？不是，是白马非马。所以你要是很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你就很轻松的说，人家说白马非马，你可以回答，正像这个女同学说，黑马也不是马，就是一种打法。但是这个女孩子更进一步哦，她把它提升，她说她是天使。所以逻辑正确不表示它的结果是对的，但是因为人常常用逻辑来让自己得到喜乐，但是结果就是变成不喜乐，这个是很特殊的地方。一个常常讲谎话的人，他是不会相信人家告诉他所说真实的事情，因为他常常欺骗人啊，他就一直想说你跟我讲的，我都在欺骗人啊，我还要让你欺骗吗？对不对？所以一个不诚实的人，通常会认为人家讲的是不是诚实的，他内心里面就没有喜悦，没有快乐。所以上帝透过圣经的话，在告诉你我说，上帝是非常公义、有审判的，而这个审判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大概都了解说，所罗门王向神求什么？求智慧。上帝说你要什么都给你啊，但是所罗门王却说，上帝，我只要求智慧，我好分辨是非。对谁分辨是非？对你给我的百姓，你的子民，不是让我有智慧分辨是非，我可以骄傲夸口，不是，而是帮助别人能够有正确的，在正确的判断当中，他的心就蛮喜乐。所以你在读这个所罗门王的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这些东西啊。最典型的就是两个妇人为一个孩子活的孩子在争吵，结论我就不说，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这种审判，这种判断，会帮助一个人能够内心真正的愉快。华语有一句话叫做幸灾乐祸，你们大家都懂啊。就看人家有灾害的时候，有祸的时候就很快乐啊，好像好，幸好不是我，对不对哈？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什么？在患难当中要学习忍耐，到最后中间都跳过去了哈，你们自己回去找圣经。最后说什么？它会变成老练啊，有老练，有盼望，他就不至于羞愧。所以在你我的一生当中，我们是要去学习
当人家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成长；当人家在快乐，我们也跟他一起快乐；忧伤，我们也跟他一起忧伤。如此，你我就会安然自在的来经过我们的每天生活。刚才在讲说幸灾乐祸，有一个实际上的例子啊。我上一堂我台语我也讲过，就是一个女子的赛跑。一个女子很会赛跑，她跑得很快，第二位差她差不多有70公里、50公里之间了这个因为没有人实际上去量，所以大概说50到70之间。而这个最会跑的人，距离终点大概只有30公尺，但是他不晓得怎么样就蹲下去，好像脚怎么样就不能走他想站起来又下去，就一点点前进，最后就根本动不了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二名的一直接近了，一直接近了。要是各位你是第二名的，你会怎么样？冲啊！冲啊！听不清楚。冲啊！这个是机会嘛，对不对？这有没有对？也对啊，对不对？因为赛跑就是比赛嘛，对不对我就向前冲嘛，但是这个没有。第二也是，这个是全部都是女的了第二位就一直接近到那个地方，大家都一直在看因为我是看他们实际上这个在比赛当中的实景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第二位的到这个第一位的地方呢，他却蹲下去把他扶起来，两个就慢慢一直走到终点。这个评论家给他说，这个是双料冠军。双料冠军，要是那个人是你把他扶起来，双料你也是得到冠军，你欢喜不欢喜？那个欢喜比你跑过他而自己去得到，是更欢喜的东西。人的生命有时候就这样很奇妙很奇妙。当你在帮助人当中，最大的欢喜是自己，因为神竟然让我有能力可以去帮助别人。这样你可能会想说，那我要有能力其实在圣经上有很多没有能力仍然去帮助别人的例子。没有能力还可以去帮助别人，那是他的内心里面是充满喜悦的。他不会说我都病了你的病都一样对不对？他不会这样想，我还是去可以帮助别人。那种喜悦，那种欢喜是没有人能够去抢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内心里面是充满透明正直的，你要看都没有关系，不必要用显微镜放大镜去看。其实世界上要知道别人的心很难很难我在台湾教牧心理研究院在帮助这些硕士班、博士班的同学，要教他们去咨商。咨商师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别人的心，了解他在想什么，为什么会痛苦，对不对？为什么会忧郁？这个可能经过测验经过很多事情，但是要经过讲话的技巧去了解别人的心，还是蛮难的。所以这个学校大概比较特殊的就是，他要用宗教的信仰求神帮助，求神帮助他去知道别人的心，是他要帮助他，不是要看不起他，不是要让他更痛苦。我们帮助别人有时候会误解，好像就一直帮到他站不起来，还是在这帮。我个人认为那是错误的，那是错误的。圣经上是有这些例子的旧约里面有没有很多审判？对，那其实意思是说，上帝爱世人，但是已经告诉你，你还继续做的话，那你自讨苦出你自己找的新约有没有？新约最典型的就是耶稣，有没有？
他的十字架有两边的人啊。一个人说啊，你会救别人，你救自己跟救我们下来好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人说，不是啊，你我是应该死的，那这个人不是啊，你我是该死的，你还这样讲话，然后他要跟耶稣说什么？你的国来临的时候，请纪念我，只有纪念我啊，没有讲什么纪念我。耶稣告诉他什么？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到乐园。到乐园很高兴吗？大家都很高兴。民间宗教人他们一直不要去地狱，因为天堂是乐园。但是他们拜的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到天堂呢？他们死后就会知道，啊，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让神耶和华作王，然后让耶稣成为你我的保守跟喜乐，甚至于改变自己，拯救你我。所以，圣经上常常这么提醒你我，他说：“神所赐的恩典，比你所求的更多更好，就是平安喜悦。”啊，特别在以弗所书3章讲到什么？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成就充充满满，是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我要稍微说明，不然的话，有人会可能忘掉或者误解。我想得到20万，但是神可能不给你20万，他给你更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求之后，要求神帮助你明白他给你什么。在美国，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美国得了大奖的人当中，唯一以后日子经过好的人只有一个，是一位女的，很奇妙哦，是一个女的。她说这个女的为什么其他得到大奖的人，到最后有时候是生病啦，有时候是变成乞丐啦，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说其他的人就得到大奖之后就花，因为我有很多钱嘛，赌啊、花、喝啊。但是这个女的不是，这个女的好像有一点年纪啊，我就比喻说她是70岁啊，然后就算说，我跟神求大概给我活到80岁、90岁，我们就暂时讲100岁好了啊。那我还有30年，那我30年要用多少钱？住的、穿的、用的。那么他剩下的人就帮助所有的穷人，学校跟医院。他也不会去做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是上帝给我特殊的，对不对？所以我要能够活就好。万一我没有活到100岁，活到80岁、90岁，那剩下的还是继续送出去。这个人心里一定很快乐，因为他很坦然了，坦然，他不会因为他忽然间得到这些东西，就去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得到真正的欢喜，是神预备的，但是是为着正直人所预备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亮光或者光明啊。上帝散布亮光是给义人，跟前面大概非常类似啊。正直的人通常是义人。圣经怎么说？义人的后裔，上帝会祝福1000代哦。一般人大概3代，啊，咒诅他们3代，但是义人的祝福是1000代。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知道说，台语常常说，我先用台语讲，再用华语哦。好嘢不会超过3代，富有不会超过3代。那你看台湾大概真的是这样，啊，有特例的啊，但是通常是不会超过3代就花光了啊，因为第2代的他不晓得怎么赚钱的辛苦，
我晓得有人保持住的是他的第二代，他从开始就做到他扫地、扫厕所，底下的工慢慢升上来。大部分的富二代是你马上来就当组长或者经理，你根本不晓得这些其他的东西，而你就不会怜悯其他的人，你只会指责底下，比如说你的组员啊，或者扫地的人啊，对不对？但是美国有一个可能你们大概都知道，石油大王，犹太人Dr. Feller 他到第6代，现在还在很富有当他快要死之前还活着，他就开始分这些财产出去。他分给那些他的总经理的、他的部属都分很多钱，却分给他的子女很少。比起来，他们就给他建议，你应该将很多钱给你的子女你看他这些总合起来，员工很多怎么分那么多钱但是海伦凯勒大概 Helen Keller 他没有直接讲了他只讲了一句话，但是我后来会分享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怎么小看我的子女不会赚钱？你看多美的这个想法，跟刚才说你人不是人是天使你看不一样。但是后来有人去问他，他说：我今天之所以富有，就是因为这些员工帮我赚的。我们有没有想到，就是他们辛苦帮我赚的？我的子女也有所以他们分的跟他们差不多就好了。第二个，让他们知道他们能够赚这么多钱，是他们要努力的，不是靠我分给他们的。所以后来征收他的遗产有7.5亿美金，给很多单位，包括哈佛大学、耶鲁跟医院。他的子女看到这样，捐了2.5亿，正好是10亿美元。所以这个在证明我什么事情？在一个光明的地方、公益的地方，为什么他们到第6代仍然能够存这么多钱？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人都很会赚钱但是有些犹太人是很吝啬的，有些犹太人是他们非常慷慨的。所以在圣经上说，亮光是在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然后让自己去除污染。用灵性的话来说，是要越来越洁净，像耶稣。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圣像耶稣？大概是死后吧，因为死后才能够见到上帝嘛，对不对天主教，我们大概都是新教，旧教，他们有没有圣人？有，但是都是死后才封的。你比如说奥古斯丁，他死后才正当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的生命是什么？他本来是很是调皮捣蛋，但是非常非常的聪明。他在小时候竟然跟找几个朋友，把隔壁的水果树全部把它弄下来，但是不吃就吃几个，全部都在地上。这种人，后来因为他很聪明，他就去学习逻辑父亲希望他学习逻辑他这逻辑学得很好。但是就在他学习的时候，他交了女人，没有结婚，就生了一个孩子后来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就翘掉了，他的太太也死掉了。他呢，因为这样开始悔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再结婚，所以他就变成天主教的神父。他死后，人家感觉到这个是圣人。他遇到困难、遇到事情，知道看自己，调整自己，让自己成为越来越接近在神的面前。所以其实他的书改变了不少人。
我在刚才在讲的是他的忏悔录里面写的。各位，有没有人在忏悔录当中或者自己的传记当中都写那些坏的？大概没有。你看华人只有写好的。还有另外一个是顺便让各位去了解的是库尔曼，也是女的，这个是女的。她在圣灵充满的时候，照他里面记载，他说圣灵充满，压下去，全部都倒下去。神非常重用他，讲到医病赶鬼，他有私人飞机。他的同工说：“你不可以买私人飞机，你都没有在用啊，对不对？你也不要差那么多时间。”他的理由是说：“我有私人飞机的话，我可以快一点到那个地方，有更多的时间受侍奉，好不好听？蛮好听的。但是听说他只有做过一次，导致他的情夫，你晓得情夫了哈，没有结婚的情夫，用很多，所以有人就指责他，他不听。后来他所有的能力，上帝收回去。你说圣灵充满，你摇100次还是不会倒。所以库尔曼传是他自己写下来，他把这些他的错误全部写在里面。他说别人写我的话，他就会不会写。后来当他忏悔，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上帝的亮光就照在他身上。他看到这些误会的时候，他悔改，他的能力又回来。他真的很谦卑的在神面前，不敢再夸口。大卫王大概也是这样大卫王一生当中犯了一个大的错误，是奸淫又杀人，对不对？奸淫又杀人两件事情这个是同样一件他们的家里的事情。但是在他困难当中，他还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性命的保障和力量，我还惧怕谁呢？”当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包括我在内。虽然我是牧师，跟你们讲到，我还是有我的问题所以圣经上耶稣说：“天下没有一个不是罪人的。”说没有罪人的，可能是罪最大。台语是这么说了是我会再翻译讲鼻孔阿乐无一个好人，从鼻孔朝下没有一个好人。我看你们的鼻孔都朝下呢。上帝创造妙不妙？你鼻孔朝上的话，不要说下雨了，就是运动冒汗的话，怎么样？水就从鼻孔进去了。看上帝在造你我是多么美妙，给你给我保护得很好，甚至下大雨也没有关系，我不必要戴口罩，它水是下去不会上。但是为什么闽南语这么说？他就认为说，在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好人。我刚才讲，包括我在内。但是我要到神面前。刚才我在祷告当中，你们大家也听到故意不故意犯的罪，求神放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来洁净。所以大卫都会在那种上帝所喜悦的，圣经上说他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人。你看犯罪的人，上帝还这样说，因为他认罪，他认罪。他跟扫罗就不一样了当先知跟他说，隔壁的那个邻居只有小羊他有很多羊，却把邻居的小羊拿起来抓起来请客。大卫王说什么？这个人该死。这个先知很勇敢，那个人就是你。圣经记什么？大卫马上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向先知道歉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赦免。那么他为什么跟扫罗不一样呢？
扫罗不是新约的扫罗变成保罗啊。有人读圣经说，扫罗后来就变成保罗啊，差很多了啊。这个扫罗，先知说在什么时间要献祭，你们大概晓得这个故事了。时间还没有到，他就我自己献祭好了，我是当王嘛。先知来的时候就看完，他就回头，他晓得他不照上帝的话语，不照上帝的亮光来照他，他来做正当的事情。他后来拜托这个先知又回来，对不对哈？先知也回来了，帮助他，但是他向先知悔改，不是向上帝悔改哦。然后先知，我错了，你好不好再回来，让这个献祭能够再次献上。你我有问题的时候，唯一找到的不是只有人，人是其次，也是要啊，也是要。但是第一个要向上帝认罪。上帝当我们在死荫幽谷当中，他会用光照我们，像以赛亚所说的，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耶和华的荣光会照耀他们，成为他们的后盾。你我在世界上不能找到像这种创造你我生命的人。其实所有的宗教里面没有一个像基督教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你看看其他宗教，没有一个是这样讲的。其他宗教没有一个是说要靠谁的，都靠自己。我靠佛祖来修行我自己。民间宗教、道教修行，我行善来告诉我自己，我不要下18层地狱啊！长隆大学的学生蛮可爱的，他说：“牧师，你说了，现在有第19层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当然没有。他们就半开玩笑、半认真说，19层呢，就是有照片电视，有脱衣舞的啊，有一些好看的影片啊。第19层就是这样啊，他们是开玩笑的啊。你晓得，学生有时候会用很技巧的东西来展现他们自己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也是上帝给他们的。光帮助你我能够在死荫的幽谷当中去看到美好的。这个学生用第19层也有一点像这样哈，但是那个是不存在的啊，所以可能你们大概比较少见的哈。我在路上还会看到说，民间宗教的人，在送葬当中还有脱衣舞的，有没有？啊，有人就问他们的后代啊，他们就说，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很喜欢看啊，所以他回去要去看，不然那边没有。他跟长隆大学的学生就不一样，到地狱只有18层，没有第19层，他现在让他看啊，所以先知透过他的话语在提醒你我，上帝常常用他的亮光，让你我成为有希望的，不是死后就没有希望，他们死后就没有，我们有。所以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就是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啊。有一个盲人晚上提灯光，要是你感觉到这个盲人提灯光，你会感觉到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盲人跌倒的？有没有？有。什么情况跌倒？撞到，是被人家撞到还是自己撞到？都有哦。照他们盲人啊，盲人他们的看法，那种情况很少。为什么？因为他眼睛没有看到，所以他用拐杖在试探。盲人通常除非有人带他们啊，长老教会有一个牧师叫邱牧师，他盲人，他不管到什么
但是这门提灯，有个眼睛看到的人就问他说：“啊，你眼睛是真的瞎还是假瞎？”他说：“我真的啊。”啊，你真的瞎，晚上还提灯在干什么东西啊？他一方面提灯，一方面拐杖，这样。他就告诉他说：“因为我提灯告诉你，我在这个地方，你不要来撞我啊。”这个第一个啊，让对方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走，你就不会撞他。第二个就是我顺便照我在看，让我走路的时候，这个灯光随着我安全的过我要到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我会安全。灯光其实很重要，没有灯光的话，我们大家都很漂亮，都很潇洒，对不对？没有灯光是这样，但是灯光一照起来的话，你就看到哪些人，你感觉到说啊，他缺少2个牙齿啊，或者他耳朵一方面有，一方面没有，对不对？但是这些不是要让我们去看清他们的，这些是让我们真的去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成长。所以，进化论大概有一句话你们都懂，叫做弱肉强食，对不对？哦，人没有这样，人不是这样。人要是这样的话，那些小儿麻痹的大概现在不会开车，不会骑摩托车，因为他们是弱者啊，对不对？社会就把它去掉啦。没有，人蛮有爱心的，蛮有爱心的。所以，当我们越看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圣经所有的亮光，在帮助我们越来越能够成长，成为一般人所喜悦的。今天我们所说的亮光跟喜乐，大概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展现的生活不一样。最后就用一个说，圣经为什么是这么多的真理，这么重要的真理，让各位同学知道啊。你们常常说太阳是什么？太阳下什么？你们读到的课本，太阳下什么？你们国民学校都没有读过吗？啊？太阳下什么不晓得？下山呐、哦，你们是不是都这样？我告诉各位，那个是，在东国内陆没有看到海的人写的。太阳下山，对不对？是不是真理？你认为是哦？好，我就请你下午到安平去看一看。啊，对对对，哦，奇怪哦，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就下海？因为那些人没有看到海啊。唐人中学有德国姐妹校，他们来台湾很喜欢到海边去，因为他们没有海，就很喜欢去游泳。包括我带他们到恒春的时候，他们下去，我说不可以下去，为什么不可以下去？那个核能3厂水出来都是温的，他们说哇这个好好哦，不晓得那个会让人完蛋的。好，那太阳下山不对，太阳下海呢，对不对？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你在阿里山的时候，你是看到什么？下山出来的人啊，也是出山啊，对不对？在阿里山没有办法看到海啊，对不对？在台东呢，台东那边太阳出海，太阳下山；在台南呢，太阳出山，太阳下海。有没有出海下海的？有没有？有出山下山，有没有出海下海的？基隆啊？鹅銮鼻。哦，对，基隆鹅銮鼻，你看到太阳从海上出来，又下到海里面。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日出日落的地方，你看这个是不是真理？
因为它落到什么地方你就怎么形容，但是那个不是真理，是地方日出日落的地方是真理。所以我透过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让各位晓得，你去找圣经的时候读圣经，要读到它的真理，才是成为让你的亮光跟喜悦的本源。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慈悲的父神，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分享你的话语，愿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帮助别人，成为和平的桥梁，和平的使者。剩下的时间，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人，也因你的恩典的滋润，得到平安跟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非常谢谢苏牧师哈。那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最后，然后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是慕道友，好像对于圣经要刚开始认识，因为刚刚苏牧师其实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比较完整的故事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因为一整本圣经很大本，你可能会不知道要从哪边开始看。那我先简单的介绍，就是前半部是旧约，是耶稣出生之前，上帝跟人所立的约；后半部是新约，这个是耶稣出生之后，因为耶稣的血，然后立的新的约。所以我们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那我会建议大家先从新约圣经开始看。新约圣经前面4部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4部福音书是由4个不同的人写耶稣的生平。那他们会因为他们的像第一个马太他本身是一个犹太的税吏，所以呢他写出来的角度跟马可是一个年轻人，和路加是一个医生，和约翰是门徒。每一个人写出来的角度不一样，同一个故事，但是4个人写出来的角度不一样。那大家一开始我会介绍，先从路加福音开始看，因为路加福音他是一位医生，他这本书本来是要写给不是犹太背景的人看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话，我们从第3卷就是路加福音开始看耶稣的故事，很有意思，很有趣，那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如果说要旧约的话，前面创世纪也蛮好看的。那之后如果大家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我们就先从新约的路加福音开始看，很好看，不会无聊。那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其实你直接从手机，你从 APP 里面去下载圣经软体，那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圣经。那最传统的是和合本圣经，那大家打开来，然后去下载那个版本，它可以离线阅读，还蛮有意思的，而且很方便。好，那在今天最后，我想要我们做最后的那个信仰的宣告，请陈恩帮我们放那个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已经我们已经做过使徒信经了。那最后呢，我们想请我们的苏牧师为我们大家祝祷，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请苏牧师。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呼吸。更宝贵的是，你让我们到你的殿堂来一起敬拜你。亲爱的耶稣，你以前医治过很多人，身心灵的部分你就帮助他们。愿你也今天帮助我们在座的，以及我们的亲属，需要你负责保护、眷顾、医疗的，恳求耶稣在他们的身上动工。
现在的圣灵从天上而来的是给我们智慧，好叫我们在活的日子能够分辨是非，做真正你所用的仆人，在人群当中为你做活的见证。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是相互爱、扶持、照顾，众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我们的相爱是为着见证你爱我们，因为你是在先爱我们。愿这个圣灵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一生的生命当中得到三位一体的平安、喜乐跟健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请坐。大家请坐，默祷散会。然后今天，我们还有收奉献的时间，不好意思，这个是我的失职。我们来，今天大家准备，今天有准备奉献吗？那个，请美珍帮我们传奉献带一下。好，我们为了这个奉献，我们唱奉献的诗歌，大家会唱吗？大家会唱奉献的诗歌吗？那个陈恩可以帮我放奉献的诗歌吗 ？OK， 好，那我现在为这个奉献来感恩，我们一起起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赐给我们有衣有食，我们没有活在饥饿和缺乏之中。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奉献出我们的金钱，来学习顺服，将这些财物送入你的库中，使你的库有余。主耶稣，也求你借着这样子的奉献来赐福给我们，使我们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都能够更加的强壮。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今天下午的12点到1点是我们华语礼拜的小组，然后欢迎大家参加，就在外面。今天梦玲有来哈，那请问这位姐妹是气质高雅，对不起，那个牧师娘你好，那很欢迎，很谢谢你们来到我们教会，然后跟我们一起，然后这一位是。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牧师，各位大家好。我是受洗于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那因为刚搬到台南